好啦，繼續講下 Steph Curry 同埋 Warriors 啦 Golden State Warriors。咁其實咧就甲骨文 Oracle 咧就贊助Golden State Warriors 嘅，即係勇士啦。咁嗱，依個而家目前嘅排名咧，佢喺西區嗰邊咧，即係 Western Conference 嗰邊咧就排第8喺中間度。咁咧，如果佢維持呢個狀態咧，有機會咧仲入到咧季後賽，即係 Playoffs 啊。咁其實湖人都係咁上下，其實都係咁上下啦，都有情況。咁LeBron都盡量令到自己可以入到嚟緊季後賽。咁但係會有阻力咯，因為 OKC 即係 Thunder 處於一個好強嘅狀態，已經連續幾年咧喺賽季係排第一，舊年咧仲贏埋 NBA 總冠軍添。咁所以你話 Curry， 你知道LeBron能夠再贏 NBA 總冠軍或者呢個西區冠軍都係言之尚早嘅事。咁但係如果你講啲鞋咧，我諗你 Curry 就咁着咗兩對呢啲鞋，一對就 Nike 嘅 Kobe， 一對就 Jordan 嘅時候，咁都會咧令到咧呢啲 Nike 或者 Jordan 嘅銷情咧會有一定嘅幫助。咁係咯，講住咁多。